我们是12分多进去，到现在是5分钟。他要跳了，他要跳了。就很高兴啊，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，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，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。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，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，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，是从来都没有过的。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，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。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，我只是背对他。人类在场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？放到外面活动吗？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，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，就是我们不会让他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，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，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。然后如果说未来它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，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。